也曾冤家，这里的是我方的须。难等前生吉言到，公子我不要得为贤妻，为贤妻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次朝廷为师，请少有孤孙得中长远。方才我已向他当面道喜，一来嘛，团听他在婚事的同情；这二来嘛，也表我方才许，乃是自私特里有情有义之人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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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弟今可明目正在，羞于通报姓名，必姓贾。哦，原来是贾相公。
听到听。这两位客官实话颠三倒四，羞羞答答，毫不有趣哟。相公，我到门外等人，也是得官叫我啊，多加小心啊。景兄，你我曾经见过一面，可还记得？我也来思忖啊，而为么样时辰见过，怎么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哦？呀！景兄真是贵人多帮啊！那天在为师之日，我带着童儿与景兄迎面相遇，只因匆匆迎考，必见面带啊！近来小弟身姿光昏，女事结巴，万请原谅才是哦。哎，景兄，辛苦这种青天长院，为我儿子探险，闷闷不乐啊，一言难尽呐。在这上春前期，这王中便是这对门女啊！人见景兄方法一用，不知可否啊？小水一往，不用也罢哦。小弟只就两封，哪股水儿好不妨事的。那就请用吧。景兄，哎呀，好一把美孙，可惜，只可惜呀。景兄宝在临人心，定了别人思路比，待不知景兄手中真我宝，因我可曾两分离。我俩子情有凝的戏，这破帅情欲我不讲，怎么你能明的戏？一并没衰两对分，终远远的。自然有因，
朝我少有才要高，以为儿骂我少有是狂生，以为儿听你是后代，以为儿心灵就是听，他关中才女心中傲，少有我也比不是真要成。他一腔怒火源于恨，我有苦难言爱长生。恩是恩，冬月桃花无来海，冒名顶替中后根，也怪我男人胸中一段火，害得他看爱黄连苦半生。赢得今日好机缘，今人面前是真的，只怕他曾经无奈定一方，茫茫家人点初心，倒不是欺瞒上外相思罪，先是他一曲心声，假与真。锦绣啊，锦绣锦绣你不断走千里，小弟分言心也分，自让家里天天来，恩爱何须欺呀人，东陵余为怪家女，丁玲月里是土长人，仁兄啥有仁儿义，小弟做嘛你怪红尘。他上门作罢以后倒不是陈才配在传统里啊，家兄啊，
叫你公子，叫你公子。你呀，你被那假相公骗了
天儿说去通报小弟，这状元公进西房来了。哎呀，天儿说去通报小弟，替你家小弟出云呐。姑爷，小弟暂不出云啊。姑爷，你也去慢点嘛。这是为何啊？小弟也姑爷姗姗来迟，出了三道题目，出了三道题目，要你答出之后才能进得天堂。哎呀，真是好事多谋啊！想进得东方花子之业，还要无限谷3关。好，天儿死里后台呀，姑爷等着。相公，我催你早点回房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可伤到新夫人的滋味了吧？像你家姑爷落山的为三思作对，莫要说他3道题目，即便是3不到，也奈我不到啊！天儿，考便考，这3个杯盏又是何意？什么意？天儿，快出第一道题来！姑爷请快。相公，你要小心才是啊！姑爷请快。这个弯弯鸟连环套，小弟要你点断成4句诗。哎，像你家姑爷那是大大的才子，为他
把爹不能这诗句消失啊！分开了。哎呀，谁来是一生的是死啊！举目定郎家乱真，家乱真子也不成，事业不成花文药，成花文药举目定。亲儿，速去教育小辈。小弟呀，小弟，先拜无为，我不怪你。今日成亲，真是怪恩之深呐。相公，不算谁空，一切便中，外缘不中的道理。姑爷，小弟跟你第一道题中了。我什么那有不中之理呀？快出自第二道题来。出自第二道题。第二道题嘛，自古灯谜，两句不大一个人名，姑爷请困，吃不吃过了？若拜崔仙女，脑海一怒发。哎呀呀呀！上次别人来猜，定难猜中，可是今日我儿却是不怕哟。你们听了。替仙女反应最小，哭成小妹。奴家真是个懂儿，他去脑海岂不是少爷啊？相公，快听！那小妹啊，小妹，你可出得妙啊！把你我这一代恩爱夫妻吸进去了。姑爷，小弟跟你第二道题也中了，管他不中了。哎呀，3根了！啊，听儿，你看天色已晚。这3道题我给中了2道，想着第3道题更是容易啊！天色已晚，常年公要进仙房去了。小弟立下的规矩，岂能更改？姑爷不是出第2道题吗？今夜请在俺乡歇息。哦呦呦呦！小弟失尽了威风，连你呀也生气起来了。快出个第3道题呀！也请快！这第3道题嘛，倒是不难。小弟出一上联，只要姑爷想出下联，对不对字，对得工整篇，可赢得美就进得心房。哎呀，像你家姑爷落3品为西施做的，还怕对不上是对子。闭门催成长殿月，哎呀，容易呀！可我回避了的哦。姑爷快点呀！哎呀，相公，话会交出来，谁不听心忙了？哎呀，你们莫要猜呀，让我仔细的想一想。闭门推陈长殿月，此妇被死，终于是难得呀！闭门。哎呀，这题目太难了，只怕相公过不了这一关。哎呀，我就怕他逃过9倍。
我当初也是何等的天不神在嘛！原来对那这铁骨子也是此之难哦。我须对着公正，方能显出我的本领。闭门退城，苍井云。对，怎么想得好好的女儿又忘记了？哎呀，这副对子，这叫我真是难得呀！闭门推城，苍井云。苍井云。哦，有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知道的水珠是哪里来的呀？喏，从这里下来的。惭愧呀，惭愧哟！小妹她一到此地面前飞，我难以了举桥啊云飞，记得我层层海水日雨下，黑中这里原来了嘿。并口交卷，哎呀，哪容易哟！哎呀，不可啊！我算无论谁让得知，定要被小妹耻笑。我这上元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？不可，不可啊！阿青儿，你去通报女家表弟，就是女家故意满不情人，不定这一定精神。今日要提出1秒家具，让你叫小弟开开眼界。
了。哎呀，小弟，你这一走，那姑爷怎么办呢？古桥四根，你就枪下靠军。古桥两天要枪军，可要好脸的靠军啊！闭门推测苍莲月，苍莲月，这个苍莲月。见到雨，一直莫作穿堂王，恰是那这次狂妄难计量，为见眼里纯美气，不记得头是随风飘。后人头上的水，头上积水。